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10月2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7篇，约珥书第3章第9节到16节，彼得前书第5章第1节到第11节。羊群必须要跟随牧羊人的脚步，或者是说绵羊羊群本来就很会跟随着牧羊人，就如同约翰福音第10章记载着耶稣基督好牧者的比喻故事，那里提到了羊圈的比喻。约翰福音第10章第4节到第5节这样说：即放出自己的羊来，就在前头走，羊也跟着他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。羊不跟着生人，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，必要逃跑。羊群认得牧羊人的声音，羊群会跟着他，不会跟着陌生人。羊群不但不会跟随陌生人，更是会逃离陌生人，因为他们不熟悉陌生人的声音。羊或是羊群，就如同圣经中提到的无花果一样，指的是以色列人，或是说属于上帝的人。当然也可以用来了解是针对基督徒而论。如果羊群不跟随着牧羊人，那就代表了他们已经脱离了牧羊人的看顾以及保护。将来所要面对的困境，遇到的困难，就如同耶稣基督在迷羊的比喻当中所讲的那一只迷羊一样。旧约中的以色列人就如同迷羊一样，如同山羊一样，他们不听从上帝的声音，他们宁愿去敬拜偶像。以色列人需要被提醒，回归、回转到上帝的真道上。一旦归回上帝，就必定保守他们。约珥先知预言上帝将要审判那一些逼迫以色列的国家与人民。先知这样宣告说，要在万国宣告，预备打仗，召集战士，结合所有的军兵前来，把根犁打成刀剑，把镰刀打成枪矛，即使软弱的人也要上阵。四围的邻国啊，快快前来，集合在山谷中。上主啊，求你差遣你的军队攻打他们。万国要准备好，到审判谷来。我上主要在那里开庭，要审判所有的邻国。他们罪大恶极，要砍倒他们，像收割时割五谷一样，要压碎他们，像葡萄在压酒池被压榨一样，直到酒满溢出来。成千成万的人聚集在审判谷，上主审判的日子就要在那里临到。太阳、月亮都昏暗，星星也不再发光。上帝要赐福给他的子民，上主要从锡安怒吼，他从耶路撒冷发出雷轰，
天地都战斗。但是上主要庇护他的子民，做以色列人的保护。上帝要成为以色列人的保障，因为上帝本来就是固守羊群的好牧者。只不过之前被比喻为山羊的以色列人，他们自己离开了上帝。当羊群愿意归回到羊圈之后，牧羊人就必定要看守、保守他们，并且为他们征战，抵抗那陌生人的攻击。彼得也是这样对初代教会的长老们，他这样劝告说：我现在以一个长老的身份向各位同作长老的提出请求。我是见证基督受苦的人，要分享将来所显示的荣耀。我请求你们要牧养上帝所托付你们的羊群，甘心乐意地按照上帝的旨意照顾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不是为酬报而工作，而是自动自发的侍奉。不要辖制你们所牧养的羊群，却要做羊群的榜样。这是上帝交代在教会长老们手中的责任，就是要他们成为上帝羊群的牧羊人，让羊群也得到保守。彼得又说，这样那大牧人来临的时候，你们就会领受那永不失去光彩的华冠。如同耶稣基督的比喻说，好又忠心的仆人，要彼此服侍，要谦卑为主。因为圣经教导我们，上帝敌对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雅各书第4章第6节也有相同的引用旧约的圣经经文。箴言第3章第34节到35节这样说道：他讥笑那好讥笑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智慧人必承受尊荣，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。上帝的羊群都必须要谦卑跟随上帝的脚步，因为离了上帝就会落入了险境。上帝的羊群也要学习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，因为上帝关心他的羊群。彼得说，所以你们要在上帝大能的手下谦卑，这样他会在适当的时机提升你们。要把一切忧虑都卸给他，因为他关心你们。要警醒戒备，你们的仇敌魔鬼正像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，搜索可吞吃的人。你们要信心坚定，要抗拒他，因为你们知道全世界信主的弟兄姐妹们也都经历同样的苦难，但是你们受了短暂的苦难以后，那位赐一切恩典的上帝，就是呼召你们借着基督耶稣连结来分享他永远的荣耀的上帝，必定亲自重建你们，坚定你们，赐力量和巩固的根基给你们。
愿上帝的全能成为他的羊群的保护，赐福给跟随他的人。诗篇87篇，上主在圣山上建造自己的城，他喜爱耶路撒冷胜过以色列任何城邑。上帝啊，请听他提到有关你光荣的事迹。在顺服我的那一些国家中，有埃及和巴比伦，还有非利士、泰尔和古时。我要把他们当作耶路撒冷公民。至于锡安，万国都是他的公民。至高者要使他强盛，上主要准备人民的名册，把他们都当作耶路撒冷的公民。他们要跳舞歌唱，我们的幸福源头在锡安。求主帮助我们回转，能够忍受苦难，愿意诚心实意地跟随主的脚踪，如同大牧者的羊群一样，一步一步地跟随。祷告感谢奉主圣名，阿们。